混害防治法修法咧要满2年啊，即阵大家是咧关注加热粉当时要开放，民间团体就批评讲，这分享散布假消息，政府煞无密切咧陪会。民间团体嘛呼吁讲，若是要开放加热粉就市进前，一定要公告禁止加米粉。 混害防治法修法要2周年，进前有媒体报讲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接见美大商业协会访问团，美国有加热粉的厂商挑工互咱压力，要求台湾政府伫过年前开放加热粉上市。行政院解说讲，因无讲到加热粉的议题。不过教育团体各告明批评讲，最近1年外，政府固在分享黑白讲加热粉上市会当增加200亿税收这款假议题。 一直到最近12月哦，我们的吴昭君署长他才证实说，哎，对，是30亿，不是什么200亿，也不是100亿。第一个不当讯息，你不要再传了。郭高明表示，政府无随出面解说嘅信息，害社会大众互看起。当时基金会表示，虽然开放加热粉是确定的政策，不过开放上市进前一定要公告禁止加米粉。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加味烟的一个建议，美国的还有欧盟，除了烟草原味本身以外的加味烟完全禁止，这么明确的条文，我们一个卫福部这么多的专业人才，然后历经了快2年，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公告。我们是建议一个所谓的2段式的管理，只要你标示的不是烟草原味，它就禁止。第二是，如果它标示的是烟草原味，我们再请专家来品尝，如果有添加的话，那当然它也就是禁止的。 针对民团的诉求，国建署无发表新的回应。不过，采白暗示，国建署讲目前有6间业者传好心早爱付的本家资料，当日照申请和保证资料来斟酌办理。卫福部并无事先设定立场甲时间表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